吉隆坡獨立廣場係馬來西亞最具歷史嘅地標之一。1957年8月31號，馬來西亞喺呢度正式宣布獨立。廣場旁邊最引人注目嘅建築，便係呢個宏偉壯麗嘅蘇丹亞都沙末大廈。呢座建於1897年嘅歷史建築，融合咗摩爾式、伊斯蘭式同埋維多利亞時代建築嘅風格，最具代表性嘅銅色圓頂同埋高達40多米嘅鐘樓，成為吉隆坡城市嘅天際線嘅重要標誌。夜幕降臨時候，整座大廈喺燈光嘅映照下金碧輝煌，宛如一座從童話中走出嚟嘅宮殿，散發着莊嚴優雅而迷人嘅魅力。